大家好，我係3B 班嘅張千瑞。今日我會介紹一個故事，就係北風和太陽。有一天，佢哋兩個話自己本領強，佢哋嗌到面紅耳赤。佢哋仲未知道邊個係最犀利。於是佢哋就嚟一場比賽，邊個可以除路人嘅衫就贏。北風先上場，佢用力地吹，路人直打冷戰，捉住自己嘅領口，跟住北風就用力地吹，就係吹到帽同埋頸巾，但不過冇吹到路人嘅衫。跟住北風攰到去一邊度休息。第二位出場嘅係太陽，太陽慢慢散發熱力，路人放鬆手就攞個毛巾出嚟抹汗，跟住太陽就知道佢好熱，跟住路人就成身都係汗，就慢慢除晒啲衫，最後太陽贏咗。呢個故事教到我哋唔可以陪人鬥邊個係最犀利，每人都有自己嘅能力，唔好陪人比較。我嘅分享完畢，謝謝大家。